来看台南这环保团体集集合架路底铺的案件，虽然去获这检方起诉，不过到单呢也有超过27万栋的路底铺无清。今仔日就环保团体民意代表去到现场会勘检测，也有脚踏车落去挖，因集集这市政府独立违法。不过这环保局表示讲，会甲采样的物件送去国家环境研究院做相关的检测。 环团体试抓落去验，结果这区的水质算是强硬性。这块伫台南客家国有地兴业大土地，民国18年国际金顶人8点只违法大路使趁黑心钱，环保局讲这已经清好啊。经过3届会勘，确定无路使，不过地方煞指控这块地变难落好了后，水唔来变青色，石本嘛生袂起来，因指控根本清无条纹。清无清气啊，迄水才会反热色啊。 还佫有炉渣粉啊，水嘛爱处理好啊，无迄都看到迄水，大家拢会恐慌啊。全城新的地下埋了也非常的深，那这边的地下水非常的浅，其实它是整个会跑来跑去的。那这些含重金属、还有粉末、还有 pH 很高的东西，也就会跟着跑来跑去。环保团体参民代会勘时，请怪手落去学，检测土壤参水质采样，就要送去国家环境研究院做检测。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理事长陈昭华指出，庄镇兴业抢房下边，即阵有大超过27万栋的路使，伊嘛质疑市府主动性在前，煞个照常核准后工厂设立。不法掩埋就是要它挖干净啊，然后如果不法掩埋都不必要挖干净，以后就更多人会做这样子的违法的行为。依法要清除，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环保局给我们他们是不是有要求在什么时候要清除的答案。全程新卫校方的部分，我们已经要求航委要求行为人去做清除的动作，还没有清除之前是用环境检测。 先行做环境检测。环团这期担市府独立违法，环保局是回应，这个案件检察官已经起诉，也强调要求行为人爱全部清好势。记者李树台南采访报道。